好多從港澳、海外返嚟大灣區定居嘅退休朋友，落地之後都會遇到一個好現實嘅問題：喺大灣區養老生活，到底要唔要買車、自己開車，還是全程靠打車？公共交通就足夠用。喺國外或者港澳地區生活過嘅朋友都知道，出行成本、用車習慣、路況規則同大灣區完全唔一樣。海外好多地區地廣人稀，冇車基本寸步難行，但返到大灣區，城市配套密集，交通四通八達，打車性價比極高。今日就站喺退休移居人士嘅角度，實實在在拆解兩種出行方式嘅優缺點，亦都傾下未來無人駕駛普及之後嘅出行新變化，幫大家徹底釐清退休用車選擇。一、選擇買車自駕，自由便利，但多咗責任同開銷。先講下自己買車、自己開車嘅優勢，呢個亦都係好多長輩堅持自駕嘅核心原因。最大嘅好處就係絕對自由，唔受任何限制。退休生活隨性自在，偶爾想清晨去市場買菜，週末去周邊行公園，臨時想去周邊城市短途散心，唔使提前等車，唔使趕公交、地鐵班次，隨時出門，話走就走。尤其適合居住喺大灣區嘅郊區、別墅區，或者日常中意四處閒逛、採購大量生活用品嘅朋友，自駕可以隨身帶重嘅物件，帶隨身行李，帶休閒物資，唔使自己手提。遇到瓦風落雨、暴曬酷暑嘅天氣，車門直接對接家門，全程唔使淋雨曬太陽。舒適度係公共交通同打車比唔上嘅，同時一家人出門遊玩、探親訪友，一車直達，私密又舒服，唔使同陌生人共處。對注重安靜、私隱嘅退休長輩特別友好，但自駕嘅隱性成本同瑣碎麻煩，亦都係退休人士最容易忽略嘅痛點，更加係好多港澳、海外返嚟嘅朋友唔適應嘅地方。首先係持續嘅金錢開銷，買車只係一次性支出，後續養車係長期消耗，每年嘅車險、定期保養、停車費、油費、高速費，仲有偶爾嘅違章罰款。零零碎碎加起嚟係一筆唔細嘅固定開支，而且大灣區好多小區、商圈停車費並唔平，市區核心地段停車日積月累都係額外開銷。其次係耗費時間精力嘅瑣碎事務，呢個係退休人群最介意嘅一點。車只需要定期保養、年檢、輪胎、機油、剎車等，零部件老化需要及時更換，遇到小事故、車輛故障，仲要對接保險、維修門店，全程跟進處理。非常費心費力，對於只想安安穩穩養老、唔想操心瑣事嘅長輩嚟講，呢啲事務會成為唔細嘅負擔。除此之外，仲有駕駛壓力同風險。年紀增長之後，反應速度、視力、判斷力都會慢慢下降。大灣區車流密集，電動車較多，路況複雜，長期自駕會存在安全隱患。同時仲要時刻留意限行規則、交通新規、違章拍照，一旦疏忽就會被處罰，心態上好難完全放鬆。簡單總結，自駕適合追求極致便利、日常出行頻繁、願意花時間精力打理車輛，且居住位置、交通配套一般嘅退休人士。二、純靠打車加公共交通，省錢省心，唯獨犧牲部分體驗。講完自駕，再講下而家大灣區最主流嘅退休出行方式，全程依賴網約車、出租車、公交同地鐵。呢個亦都係絕大多數港澳海外移居長輩適應大灣區生活之後嘅首選。呢種方式最大嘅核心優勢就係極致省心，性價比超高。對比海外、港澳高昂嘅打車費、交通費，大灣區嘅出行成本可以話非常親民。日常短途買菜、行街、睇醫生、探親，10幾蚊、20幾蚊就能直達目的地。就算跨區出行，費用亦都十分低廉。對於退休人群嚟講，唔使承擔買車、養車、停車嘅巨額固定開銷，一年落嚟可以慳低一大筆錢，用嚟生活、消遣、旅遊、休閒會更抵玩。同時徹底擺脫所有用車瑣事，零負擔養老，唔使洗車，唔使保養，唔使年檢，唔使處理違章，唔使操心車輛故障，出門只需要手機點一點，或者路邊隨手打車，全程咩都唔使理，完全唔會被車輛瑣事束縛，徹底實現甩手出行。呢個亦都係退休生活最舒服嘅狀態。而且大灣區公共交通體系極其完善，有高鐵同地鐵，公交班次密集，城市道路規劃整齊，日常通勤、短途出行完全夠用，絕對唔會出現海外無車難出行嘅尷尬情況。
當然，純公共交通加打車嘅模式，短板亦都非常真實，但都係體驗感上面嘅小瑕疵。第一點亦都係最常遇到嘅問題，車輛品質、衛生狀況唔穩定，偶爾會遇到車內有異味、座椅唔乾淨、雜物殘留嘅情況。對注重整潔、有輕微潔癖嘅長輩嚟講，體驗感會大打折扣。第二點係出行唔可以100%隨心所欲，高峰期、落雨天、節假日會出現打車難、排隊耐、冇司機接單嘅情況，需要長時間等候。部分偏遠地段晚間打車亦都會唔太方便。第三點係出行私密度、舒適度有可能不足。高峰期若選擇拼車，會同陌生人同車，路線會繞路，公共交通人多擠迫，冇專屬空間，攜帶重嘅物件或採購大量物品，出行會非常唔方便。簡單總結，純打車加公交出行適合唔中意操心瑣事、日常出行頻次唔高、居住喺市區配套完善地段、能夠接受偶爾體驗瑕疵嘅退休移居人士。3. 未來趨勢，無人駕駛網約車徹底改寫退休出行方式。最後重點同大家傾下未來3到5年大灣區出行嘅重大變化，呢個亦都係好多移居長輩最值得期待嘅一點。目前大灣區嘅無人駕駛技術已經飛速落地，未來好快會全面普及無人滴滴、無人網約車呢種全新嘅出行方式，會完美結合自駕同打車嘅所有優點，規避兩者嘅缺點，成為退休人士嘅最優之選。首先，無人車解決咗衛生服務參差唔齊嘅問題，自動駕駛車輛統一平台管理、統一清潔消毒、統一車況維護，車內環境乾淨整潔，標準統一，再也唔會遇到髒亂差嘅車輛，出行體驗穩定又舒適。其次，徹底告別人工司機嘅各類問題，唔會出現繞路、拒載、服務態度差嘅情況，全程系統智能調度、精準計費、透明規範，同時繼承咗打車嘅核心優勢，唔使買車、唔使養車，零瑣事、低成本出行，又擁有自駕嘅便利，隨叫隨到，車況穩定，出行安全，冇駕駛風險，唔使自己開車，勞心勞力。可以預見，等無人駕駛網約車喺大灣區全面普及，絕大多數退休移居人士完全冇必要買車自駕，低成本、高體驗、零操心嘅無人出行，會成為大灣區養老出行嘅主流方式。結尾總結，如果係而家當下居住市區，唔怕麻煩，出行隨緣，優先打車加公共交通；居住偏遠，出行高頻，中意自由隨性，可以買車自駕。如果睇未來趨勢，無人駕駛普及之後，退休自駕嘅必要性會大幅降低，輕資產、零負擔嘅出行方式，先係大灣區退休養老嘅最優選擇。移居大灣區養老，唔使照搬海外、港澳嘅用車習慣，貼合本地生活模式，先可以覺得輕鬆又舒服。